呢一度即將會有 Ultra Hero Special Stage in Hong Kong。但我哋真係問過超人戰士㗎啦，佢哋話乖嘅小朋友同埋大朋友喺陣間超人保衛地球嘅時候咧，可以喺台下影相同埋拍攝合像㗎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陣間可以放心影啦，記住得開心啲嘅之餘咧，都要支持佢哋啊！望一望佢哋，都冇有大手。因為一嚟就幾高下嘅。哎呀，你哋仲記唔記得熱愛地球，拼命要堅持保衛地球到底嘅一班光之巨人？由 M78 星雲嚟到，令人期待新加入嘅超人梅比斯。梅比斯同好多地球嘅同伴一齊成長，加深咗彼此嘅友誼。同樣喺 M78 星雲誕生嘅七星俠嘅兒子超人 Hero， 連續佢父親七星俠嘅資源，已經開始戰鬥。仲有 Hero 同佢嘅宿敵貝里爾，佢哋之間嘅鬥爭究竟會唔會有了結嘅一日嚟到呢？超人戰士唔單止係喺 M78 星雲誕生嘅，古代地球所產生嘅超人戰士，超人迪迦，迪迦係超越現實嘅敵人，係各式各樣嘅怪獸戰鬥。有一顆自嘅心勇敢地戰鬥嘅超人輝達，輝達同迪迦一樣，發揮變身嘅能力，完全保衛地球。同埋嗰個係成日都見咗。地球嘅冷氣同深切地方面嘅好山可夢，變身成為超人佳亞。佳亞呢個嘅同超人亞普魯一齊，以智慧同埋勇氣，成功打敗咗要消滅地球嘅兇惡怪獸。喺地球誕生嘅超人戰士話俾我哋聽，人類無論係邊一個都可以成為光。而家魔爪再一次要向地球伸展啦！